总，你来了。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，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好。喂？啊？忽然间加班？那好吧，那行，你快点啊，等你。顾总，谢谢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朋友忽然间说要加班，估计要晚一点过来了，太不靠谱了。哦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别啊，顾总，您看我好不容易把您请过来，他们都说了让咱们先吃，不用等他们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了？当然合适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儿等他们。不用，你看我菜都准备好了，就差出锅了。要不咱们先吃吧。顾总，顾总，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个南宫琉璃一看就没安好心，顾医生还要去参加他的生日会，想什么呢？